我未上任之前咧，我將對外嘅機會都唔係冇合適嘅，佢好啊，嗰種對我嚟講咧，啲八解嘅項目咧，我係會唔會做好嘅理想咧，係要平衡嘅。可以講係如果唔係忘記呢個歷史，一同時咧，都有外界嘅項目係上街在之前年來，亦倒掉咗唔少嘅年代嘅我認為咧矛嘅接手。外界嘅項目咧，對我嚟講咧，係要大部分嘅項目咧，對三個都係講愛嘅。不管項目三個對大家好，都係有最條件上嘅理想項目。項目三個對都嗰個項目咧，都對為公共嘅目標嘅負責。香港嘅陸生嘅對外，我要繼續加強陸生嘅投入，好似香港土緊，香港攞自己嘅家庭嚟咗係純粹嘅。學會，我嘅外標同樣外標同學會向咗我係培養會外嘅啲八解嘅項目，自然登記嘅顧慮。我都對外咧，就好我嘅節目嘅咧，嗌嚟幫助。同樣咧，有我添灣網站也嗌嚟支持，我表示重點嘅感謝。佢好，我表我將啲八解嘅項目同攞對登記移發，假係南方。市內嘅好，各位對社會方面嘅項目表示重點嘅感謝。好，好嘅。